为四方人。老汉儿，自家比比，资本店资本业于是，与老太婆两家头不上都呢，上这个宝贝呢，名叫紫薇来，上啊上在，头啊头在，外面呢，你老公许别个，老太婆上的名的已经洗完在，家内两家头开开玩苦过过的家。今年呢是大考年间，一堂里上1到晚不抽气，忙不过来，叫他呢请我先来帮忙。阿奴，放开跑出来！来嘛！阿爹啊！阿奴啊！阿爹啊，侬叫我做啥？今早子阿伯爹到家头忙里忙啊，忙不过。叫侬送走到3号客官这里去，侬肯帮忙不啦？阿侬晓得在，晓得你好去准备起来，给老汉儿先去收不收拾？对呀。忘了背里一字名。茶醉，都是茶醉了。不用客气。都是茶醉。相公，在我家殿堂有事请官吩咐。哎，都是茶醉。那我走了。啊。我走了啊！哎呀，大醉，大醉！老婆，哦，一定是放在那位大醉周小弟。大醉。大醉！哎呀，他把老婆这下已经走得很快走远了哈。他的老婆是在我的房中，一定他再来找的。好，我就坐等他到来。阿德，哎呀，我的老婆不知道哪里去了。我找来找去不见老婆，方才我到3号客官，莫非你在里面了？开门，开门！哎呀，啊，是我爹大姐来了。哎呀，狗真来了！哦，大街上的我来了。大姐啊，你在找什么啊？我在找我的东西。哦，大姐，你是不是找这个
回去了。拿来，大姐，公子，这路跑难道是你的？是我的。那你落在我的房中，我应该奉问于你。来来来，还给你。多谢公子。不必客气呀。大姐，你做什么？既然我要是把路跑还给了你，你有什么好的东西来管家于我啊？公子，你来看，像我乃是典当之女，家道贫穷，有什么东西公子喜欢的，你就讲吧。真的，是你是的，这话可要遵守，可不要闹。只要我家有，你尽管讲。你家有，来，大姐，我有话要问你，是走。那岂不是要当着你吗？哎，我有好多的话要问你，不必客气，大姐请走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大姐，今日相见真是有缘啊！有缘。我有句话，有恐怕说出来得罪了大姐，可不管讲。要是不讲嘛，我闷在心里实在不好过啊。那你不妨讲看。这次我就讨对的说了。他居呀，好奇的容貌真阿美，我有问过西门为团分明，轻轻你打起讲，我有话当天对你真心表，问大姐殿中可有结不真那么你的母亲实在可怜啊！大姐的生子我知道，大姐呀，我本是离家去奔跑，我是一个考将中，快相公为人，上进公考，年定能一方天地。就见大姐的美，我爱慕之言用心肠，问大姐情缘一方有多重？18岁了，比你大2岁。你问我这个做什么呀？对，我问这个嘛，我是要什么？
我是错了吗？我不为什么？我见他越是欢喜越心伤，一霎时胸中好似下老张，在我上前去开枪。大姐，你想好了没有？原来杀父亲不你逃夫也是心外无处啊，大姐。堂堂乱子怀，幼年教兄记得牢。今晚我真心在意把你讨，我因为一生一世。我不为相信我，大姐，来，公子，今日我对你说话，我乃是真心实意，你这是不相信我。有两人，我以为大人成意，就一表真心。这是我在家里学习传家之宝，奉送大姐。传家之宝没有情义啊！这样贵重的东西，我正好送给你。哎呀，你呀，我是一个老实人，你要我是话，我有时不清楚。我至今把传家之宝都拿出来了，你万不相信我，那我就对铁门。公子，我不是大气。这样子嘞，回来答应你。就算公子不言弃于我，我本来就是高攀于你，你乃有你呀，来，我把他师傅请你背。都在这里，我当然是为你讲。
我到处不成，杨子女不两人泪水上的，被古楼子他碰到，他是难来的来，我有好多话跟你一面去讲。哎呀，这是不得的，是不得的。回来，你知道这是我的事。阿爸爸，回来，你放心，今日我与你只是一别，我却不为顾为于你。公主，你遇了高官，切莫将我忘记啊！放心。摇铃铃，出代忠心，回朝廷。自今江北太平，爱民而乐，本朝还将自称相争铁了，才知道父臣少年亡故，二老非生之内，生下一日名吃虚应，才知道日儿以生下之类，丧母之命，正是为臣之儿，贼子处心。至今这儿年富身上，故里给一为他送分着想，多少找到一个死死老中，也好你的操心我日儿终身。思想起来，真不见老夫常在心里。
红尘天宝，吩咐有情去上万飞桃李传吧，一情荷花灭离小恩师来，坐，定是曹操。你常真君可参与是得中无来，这是了一个前提。哦，想不到常真君可得中了唐军之地，这是可是苦。哪里，一来托皇上隆恩，二来嘛乃是托恩师之洪福也。哪里，真的一群风风有余。啊，一群。想不到你才好好，唐真君可得中府唐军，太尉是家子那里交付民心，老恩师用兵。家是远方在东阿城，须闻中在人不为名，别离家乡常情人，应许的龙虎榜上飘动这里老夫见你本事，一句话不知头，该讲不该讲啊！老应是有望群将，老夫家中女婴之儿，年丰身上，曹夫终身才配。今日这是本事，本想将女儿终身相许，不知因情日下是乎？这个啊！哎呀，我倒为救过，原来恩师大人让我在中早去。哎，不对呀，我以为来已经思想成婚，只能在此早去。啊，恩师，年轻，便是万对不义，怎奈我家中早有一种之身，不能在此早去。啊！听他一来，他愿意日中之身，不肯随时送亲。倘若这个是不将女儿终身受事，其实只要超过了得出是为。古文应诗，我传达一笔，就此告辞。来，叶青，只在你不愿意相夫早亲，老夫也不勉强决定。倒不在四方三公之体之其是思想，现在定要将岳公分许配于他，也定要将这长月宫铁子相助，作为一动他。都不是给老夫长寿举子，有万岁也为美上朝之主，去将他与我女儿配合之中。
叫人请个礼啊！皇上生死难为，我只有坐等到天来。为什么叫了过堂而归？不见新郎官来向我的红巾啊！咦，为什么新郎之中一点铜金都没有？哎呀，莫非新郎官知道我丧母失命，他不欢喜我？哎，不为的。他明明没有看到我的容貌，怎知道我丧母不明呢？哎呀，到底上元老爷在不在？我仰着眼睛看不到，等我上前去摸摸看。哎呀，老爷，哎呦，哎呦！
老爷，你到底在哪里？你呀，戏弄我看不见的人，真是罪过的哦。老爷，你到底在哪里？哎呀，你做什么啊？老爷，老爷，你莫非看不到我？是啊，老爷，你为什么同忙之夜不来理我？这天，哎呀，原来是一个小妇。老爷，我知道你见我丧母失明，看不起我。要知道我是官家之女，千金之体，丧母看不到人，可是我的心是不错的。老爷，为你白骨千里，全是夫妻，你该与我前去同房。不，小姐，你的为人不下之言儿。怎奈我所谓之人不是你，我另有其人。我对你不娶。老爷，老爷，哎呀，梅香，小姐，梅香，新房之中可有新郎官？小姐，新郎官已经没有了，新郎不见了。哎呀，梅香，他见我不欢喜，为他白骨天地，全是夫妻，我不肯放过他。听到万月弟弟，你带我到厅堂去吧。小姐，快来，我们快走。好，有我，有些快快起来。有我，你，好，谢谢。这乃他狮子头愚昧不顿，恰是为夫。熊大生，虽然你是我的长辈，今日我见孟王之意前来奏请，你不应该瞒骗了我。你将女儿杀我生命，你怎么？哎呀，你，弟弟，哎呀，他又来，弟弟，哎呀，弟弟，哎呀，女儿不由得哭。弟弟，你与凤凰之意，少女老爷与我认亲，他没有与我同床。本子下，有些皇上孙子来了，女儿未必。其次。万岁！谢谢道，万岁！皇帝正月，皇帝早有，今日已抓人不是一道，名扬三名，统举不良，徐文通动作不妥，真是的把请了死。万岁！谢万岁！举步公公啊！让元公，下公公，老尊相，当
不是夫人回外，那你往来就此告退。公公。要不大声，今有皇上圣旨飘香，命我东宫混后，唯有王门在身，就此告辞。哈，许是，这阵的云冠之儿腾身发狂，上威风光。可是烈风之威，两将乘风跨行，更方的是皇上为美，皇上之子，此番的东宫回头，可千不能忘掉国将之儿。你一个可怜可怜他，这个什么革命之子？有就兄，小婿牢牢记在心里，只奈我有王门在此，不能久留啊！等我滚多一笔，再为相负，就此告辞来去堂。哪里？哎呀，阿爹，阿爹，我的老姨女。侄儿，我只管你自知苦命，一生下之来却是扫墓生病，此番你家老爷日军亡国之时，东宫还到去了。啊，老爷到东宫还到去了。哎呀，弟弟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要跟他对话。你扫墓生命多余不必，正好跟他解释。他于是皇上的孙子啊。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呀？吩咐一笔，即刻回来。哎呀，儿啦，弟弟，可是为父也要到通州回了。你要到通州陪娘去。那么家里没有人了。侄儿，你倒是一人在家中要时时保重。是日，老我是小子当谁？知道弟弟，你培养一笔，早点回来。今日时序不高，明日此人。日儿，我们妇女在纸上一纸。是。
哟，阿儿啊，你同你上一晚跑不过来，弄这几个月来，因什么不正，灭亡之许，到底为啥？阿不爹跟前为啥不讲？弟弟，女儿没有事，我怎么来送阿不爹走上一我会去的。啊！小先生，王花闺女经过与人同情，弟弟至今身大瓦有，这样出去，叫老阿爸个张脸皮往啥地方去放？你自己人。
与老夫之交。大人请宽。怎么会这是阴婚之事？快去快来，私下可与成这个。这边不有人在，丁大人无人。哦，私下无人。万是一个女，老夫只想私语无知，莫非苍天御意，私下之定。倒不是的老夫将他保为家事，倒是自知亲生儿子，将他抚养成人，你们之人也可